欢迎收看《高高共哈吧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我们来到 Q 冲，就是球场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来看球的，而是来集结一群热血女孩，一起来看看她们平常的工作状况喽。DQ 冲档热歌劲舞，她们是中职啦啦队队员，跳舞跳得很卖力。DQ 冲档。劳线速、天速嘎有，而动作简单，球迷也能够跟着跳舞，他们让摇滚区更摇滚。今天呢，要请到慧慧，还有我们的曲艺，要跟大家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，那就是跳舞。跳舞的客家话就是挑舞，挑舞。跳舞讲得很好哦，而且他们待会还要秀武艺，大家拭目以待喽。他们可是 Q 冲档不可或缺的幕后力量，只是为了凝聚球迷的心，平常练跳舞懂行酷。我们啊，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舞蹈练习的上面，然后包括学新舞，就可能1个礼拜我们就要学2到3首的新舞，这是记忆力大考验。球迷跟我们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会在下雨天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。就是球场上多么奋力，他们就叫得多卖力。要让球迷有新鲜感，他们还得要常常换舞曲，长时间跳舞几乎都有职业病。就是我们常常都要穿比较高一点的鞋子在跳舞，然后所以其实跳久了，就是鞋子穿久就容易拇指外翻。热爱雅 Q， 热爱跳舞，是这群女孩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她们努力带球队走向赢球之路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，我们又认识了不同领域的朋友喽。重点是借此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第二个呢就是球场 ，Q 冲 ，Q 冲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在球场上帮选手加油。DQ 冲档。劳线速，天速加油。DQ 冲档，劳线速，天速加油。今天这个句子呢比较长一点，观众朋友们要多多练习哦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